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3章11节 B， 提摩太前书3章11节 B， 和合本圣经在298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另外一处的圣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第9节，罗马书12章第9节，和合本圣经在223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以上。现在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迦南文化一真诚。迦南文化一真诚。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在上一周，我们在复活节来欢庆主你为我们的降生，以及你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3日从死人中复活，胜过阴间死亡的权势。主，我们的心充满感恩，向你献上赞美。主，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来带领我们从4月份开始的百日读经的活动，以及即将在这个月要开始进入清洁心思属灵的操练。主，恳求你再次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灵，预备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全家，要来服侍你，来建立合神所喜悦的教会。主，也求你今天早晨再次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恳求主你亲自来扶持。主，我们当中有厌倦的，主啊，愿你的灵亲自来浇灌，让我们再次经历主你复活的大能。献上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4月3日开始，我们有一个百日读经的活动，并且我们教会有300多个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已经进入到第2个月，5月份。相信在这1个月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来读经，每日的灵修，并且来背这些的圣经节，我相信上帝会透过他的话与我们同在，并且来帮助我们。而在我们教会自从我来到迦南教会2005年，刚好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连续每一年都有一个操练。2005年是敬拜人生，06年是团契人生，07是成长人生，08是服侍人生，一直到09的宣教人生。我们走了5年的尼西米52的计划，并且在去年2010年，我们进行了 Peacemaker 和平使者的操练。在这6年来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学习。当然有当中很多的付出很多的时间，付出很多的精神，但是我相信上帝所回报给我们的更加的丰盛。而在这一些的学习操练之后，在去年底在主任牧师在这个意象当中感动当中，他提出了一个迦南文化的看见。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看见是并不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开始，而是将过去所学习的、所经历的，能够把它浓缩，并且累积，并且我们有很多传福音的行动，但是每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比建立一个文化更能够去影响人，能够去帮助人，能够去改变人。所以当马偕牧师他来到台湾，他也是在改变了台湾的文化。巴克里牧师在台南，他也是改变了台湾的文化。这文化是一种无形传福音的力量，是一种有影响人的力量。不论你信不信神，接不接受耶稣，但是当你在这文化当中，你就被包围，你就被遮盖，在这文化当中，你就会被影响到。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就是要在迦南教会来建立一套迦南文化。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就一开始来呼吁这样的口号。迦南文化有5个口号，第1个是真诚，第2个是感恩，第3个是给予，第4和睦创新。好，那简单说，这个5个字的口号，5句的口号就是真感给和睦创新。好，我们大家一起说真感给和睦创新。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好。因为这是我们过去几年当中所操练、所学习下来的。
在这样的操练当中，甚至我们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常常记得，所以在我们教会的2楼礼拜堂外面的这个布告墙上面，好，我们也放上了5个标语：真诚、感恩、给予、和睦、创新。好，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注意的话，我们在这标语当中又有贴上新的，好，就是把这个每一个的标语口号当中呢，好 slogan 后面呢，好又注记真诚，它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就画个圈；它所要对抗的是什么，就画个叉。好，所以在每一个 slogan 下面，好，我们都有一个要努力的目标、执行的目标。而主任牧师也在强调，好，这不希望沦为成一个口号，大家嘴巴说一说、喊一喊，好像这个选举一样啊，候选人在发表政见，然后讲完之后都没有去兑现。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迦南文化呢，是真正能够落实，真正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实践，并且我们自己先被这样的文化所改变和影响，才能够去影响别人，去改变别人。而今天就要用这个第一个真诚来和大家来分享。在刚刚我们所提的所读的经节当中，我邀请大家再来读一次提摩太前书3章11节 B， 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罗马书12章9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我们的真诚的这个口号当中，我们的目标是要强调4件事情。第一件是正直、忠心、诚实和节制。这4件是我们在真诚当中我们所要去强调的。我们一起说一次这4个：正直、忠心、诚实、节制。而要对抗的呢，好，也是这4个不希望所看到的文化，就是虚假、谄媚、巴结、传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虚假、谄媚、巴结、传舌。好，牧师为我们预备了很好的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也提供我们经节，希望我们能够在真诚的这样文化当中，学习正直而厌恶虚假，学习忠心而厌恶谄媚，学习诚实而拒绝巴结，学习节制而拒绝传舌。对真诚的定义是什么呢？真诚的定义简单说就是表里一致，心口合一，然后以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表里一致，心口合一，以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表里一致，心口合一，以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这句话虽然很简短，但是真正要去实行，却不是那么样的容易。真诚是你的外面跟里面，你在你家的里面的样子，跟你在外面工作的样子、上课的样子能够一致，不会是造成2个人怎么跟我认识的差这么多？心口合一，哇，这个更难。你心里面想的，你嘴巴所说的是一致的。不会，嘴巴所说的是一套，心里面想的又是另外一套，而它的标准就是要以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情。相信这个你所做出来的事情跟你的动机是人家看得见的，而不是在私底下，不是在暧昧当中。所以真诚是什么？就是简单说，就是表里一致，心口合一，并且用光明磊落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情。而这是真诚所下的定义。但是在这4个我们所要强调当中，今天我要再次用圣经更加来引述。第一个，真诚就是要拒绝假冒为善，选择处事公正。我们一起说一次：真诚要拒绝假冒为善，选择处事公正。如果提到假冒为善，在圣经当中你会先想到谁？法利赛人。哇，他这是圣经当中法利赛人的招牌。好，只要一提到假冒为善，我们就会想到法利赛人。所以我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会失去了真诚？为什么他们会被耶稣定罪为假冒为善？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的23章的23节到29节来寻找答案。马太福音的23章的23节到29节，是耶稣对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
还有法利赛人他们所说出来他们的现况和现状。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大茴香、小茴香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做。这原是你们该做的。至于那些奉献，也不可废弃。你们这瞎眼的向导，虻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贪婪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子的里面，好使外面也干净。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外面对人显出公义，里面却满了虚伪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装修义人的墓。经文读到这边，在这里耶稣所提到法利赛人还有文士，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有几件事情是他们所干犯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虽然守着这个律法上面规定的事情要奉献，甚至他们连薄荷、茴香这些香料他们都献上了1/10，非常的守法，但是他们却在公义、怜悯、信实这些事上他们都没有做，所以他们不公义、不怜悯也不信实。甚至在经文里面也提到25节，提到他们里面装满了贪婪还有放荡，他们里面用他们的贪心还有他们的私欲，放纵他们的贪心和私欲，而干犯上帝的心意。虽然按照法令上来说他们是没有犯法，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来看，他们却是充满了邪恶。在今天的世代当中，也很容易可以做到这样子，我们可以不犯法，但是却是做不合法律精神的事情，不公义、不怜悯也不信实。甚至在第27节里面，耶稣在指出他们里面装满了虚伪，还充满了这些不法的事情。外面对人家来看好像显出了公义，但是在里面却是这些虚伪还有不法的事。所以耶稣最后甚至还举例说，他们继承了他们祖宗的恶贯满盈。他们说他们祖先杀了先知，流了先知的血，如果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必定不会这样做。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是跟他们祖宗犯了一样的毛病，用法律、用律法来定死这位耶稣，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只看到律法，只看到一切的规定，但是却没有看到律法背后上帝的精神，还有上帝的旨意。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失去了真诚，他们活在律法以下，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他们成为罪的奴仆，在律法之下，受律法的辖制。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会不会同样存在一样的毛病、一样的现象，就是有这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是只注重律法，只注重法规，只注重规定，但是这些的背后的精神和意义和目的却没有去注意，只看到文字上面的话语。以赛亚书66章的第3节到第4节这样说：至于那些宰牛、杀人、献羔羊、打断狗颈项、献猪血为供物、烧乳香、称颂偶像的，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心里喜爱可憎恶的事，我也必选择苦待他们，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回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做我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我所不喜悦的事。在这里，先知以赛亚早在700年前就已经预言，
这一些活在律法以下的人是什么样的情景？第3节说，他们选择可憎恶的事，他们选择这些上帝所讨厌的事情。虽然在律法当中并没有去把它指出来、定出来、规定出来哪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却蒙昧自己的心，选择这些可憎恶的事情，并且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神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选择所不喜悦的事。这些他们明明有上帝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却刻意选择，刻意做上帝所不喜悦、上帝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在我们今日教会的法利赛人，只要当我们去行上帝所可憎的事情，去做上帝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今日的法利赛人，都有可能成为今日的文士，都有可能成为耶稣口中那一位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要因为上帝的话语而恭敬，而警醒。我们在法律上面，在律法上面要保持忠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律法当中保持真诚呢？在教会有教会的法规，在社会有社会的法律，在国家有国家的宪法，在这些的法律的规范当中，我们这样能够持续来保持这样的真诚。在马太福音第15章，耶稣他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原则。马太福音第15章的第5节到第9节，耶稣是这样说，提到孝敬父母的事情。这些法利赛人说，无论谁对父母说，我所当供奉你的已经做了奉献，就可以不孝敬他的父亲。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传统废了上帝的话。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预言的说得好，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教导人，他们拜我也是枉然。耶稣用一个孝敬父母最基本、最简单、最重要的事情，而提出了3个指引。第一个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十诫里面规定要孝敬父母，我们已经为父母预备好了退休金了，我们已经为他预备好住的地方了，我们已经把他一生该花的钱都给了他了，所以就可以不用继续孝敬他，当作父亲。耶稣拿出说，这就是你们借着传统废了上帝的话。所以耶稣这边提出第一个对照，传统跟上帝的话，这2件事情本来不是对立的事情，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只看见传统，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子做，所以他们只注重传统，却忽略上帝的话。第2件事情是第8节，他们的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在圣殿里面，在节期的时候，在祷告当中，他们都会对神说好听尊敬的话。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唱圣诗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对神说尊敬的话。而我们的心有没有像我们的嘴唇这样子的尊敬神，这样子亲近神？这2件事情本来也不是对立的事情，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只守着嘴唇上面，注重嘴唇所说的，却不注重他们心里面与神之间的关系。第3件事情在第9节，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教导人，所以他们拜我也是枉然。人的规条和神的教义是不一样的，这也本来不是件冲突的事情。规条是要帮助人，使人能够去遵行神的教义，但是法利赛人只看到了前面，却忘记了后面。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同样我们要在律法上面保持真诚，我们要看重传统，但是要更看重是上帝的话。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嘴唇所说的话，尊敬神，
但是更要看重我们心里面是否对神存有敬畏敬虔。我们在规条当中要来遵行，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规条当中背后的教义有认真的去思想，认真的去行出来教义的精神和目的？所以在我们的迦南文化当中，第一个，我相信真诚就是要拒绝假冒为善，选择处事公正。我们不要再犯这些假冒为善、法利赛人这些过去的毛病，而是要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要秉行公正，按着上帝的话，摸着我们的良心，还有在每一个规条教义，这规条背后的教义，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才能够使我们保持真诚的心。第二个，真诚要拒绝甜言蜜语，选择持守到底。请我们一起说一次：真诚要拒绝甜言蜜语，选择持守到底。在真诚当中，要对付的就是这些谄媚的话、甜言蜜语，而我们所要建立的就是要忠心，能够持守到底。在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成为以色列国史上伟大的国王，满了智慧，并且满了财富与权力和权柄。但是所罗门王他最后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评价，他所带下来的结果，却是一场无止境的祸患。这个最强盛的国家，居然就在他的手下分裂。分裂之后，几百年的纷争，最后两个国家纷纷都被消灭。所罗门王并没有运用他的智慧，运用他的财力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地上的国度，反倒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一个难以抹灭的污点。为什么所罗门王他会带来这么大的祸患呢？箴言第6章，所罗门他自己所写的20节到26节说：“我儿啊，要遵守你父亲的命令，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诲，要常挂在你心上，系在你颈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护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教诲是光，管教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要保护你远离邪恶的妇女，远离外邦女子谄媚的舌头。你不要因她的美色而动心，也不要因被她的眼皮勾引，因为连最后一块饼都会被妓女拿走，有夫之妇会猎取宝贵的生命。”这是所罗门他自己所写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和教训。但是我们如果对圣经熟悉，在列王纪上的第11章，你可以看见所罗门王他除了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之外，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摩押的女子、亚门的女子、以东的女子、西顿的女子、赫人的女子，甚至这些都是神所嘱咐，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会诱惑你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明。但是圣经却说，所罗门为了爱，私欲的爱，紧紧的跟从他们，他娶了700个公主，300个妃嫔。这些妻妾诱惑所罗门的心。1000个人要对1个人，所罗门有办法去抗拒吗？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所罗门纵使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他也被诱惑，被这些1000个公主和嫔妃诱惑去随从别的神，不再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所以在这里，神就警告他，第3次的来显现，警告他说，神要惩罚他，但是因着大卫的缘故，不在他有生之日惩罚，但是要将他的国撕裂，但是要继续保有他的一个国，就是犹大国，来传续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后来耶罗波安大臣
他本来是所罗门手下的一位青年，有能力的青年，但是神才把这个应许也加在他的身上，让他做了北国以色列的王。我们看见所罗门被诱惑，所罗门被谄媚的话所引诱，去随从，离开了上帝，失去了对上帝的忠诚，而带来无限的灾难。所以箴言第6章里面提到了这些诫命，这父亲的诫命，母亲的教诲，一定要遵守，因为能够保护你远离邪恶与谄媚。甚至神也警告他不要动心，不要被勾引，只要当我们好好遵守这些诫命，谨守这些教诲，这些教诲，这些诫命还是所罗门王他自己口中的话，他在箴言当中所写下来的，但是他自己却陷入在这样的引诱和诱惑当中，点出他自己的人生的失败的地方。在今天，我们都有可能和所罗门王一样，陷入到试探，陷入到引诱，而原因可能就来自于一个谄媚的话，一个谄媚暧昧的事件。所以什么是我们在今日教会会遇到的甜言蜜语呢？在圣经的犹大书第16章的地方，对不起，犹大书只有1章，好，犹大书第16节的地方给我们提出了警告，说这些人他们有这几个毛病：喜出怨言，责怪他人，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说夸大的话，为自己的利益谄媚别人。这是在我们今日教会当中有可能会去发生的。如果你喜欢埋怨，喜欢看到一件事情就抱怨，喜欢把一件事情的结果责任推卸给别人，甚至做事情的时候是随着自己的喜欢，只要我喜欢，只要我高兴，只要我 happy， 我就去做，然后口里面常常说着夸大的话，甚至只要有好处，可以让自己有多一些的收入，就去谄媚别人，去勾结别人，去引诱别人。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今日教会当中。所以17节，犹大是耶稣的兄弟，就继续的提醒这些门徒，要记得主耶稣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些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就是结党分派，属乎血气，没有圣灵，不要跟从他们。至于你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借着圣灵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来进入永生。所以简单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判断上面能够持续保持真诚？所罗门王是一个极会判断的王，因为他有智慧，很多难解的案件到所罗门王的手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判断，但是他最后却没有办法判断出谄媚的话，他没有办法判断出私欲，所以以致他自己落得这样的下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的第5节到第8节这样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上帝可以作证的。我们作为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受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反而在你们当中心存温柔，如同母亲哺乳自己的孩子。既然我们这样爱你们，不但乐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提了几件事情，特别在前面的第4节，他说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那什么考验我们的心的神的喜欢。所以你要能够胜过谄媚，达成忠诚的使命，不要去做给别人看，不要说哇有人给你拍掌你就越这样做，而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神的喜欢。哇，这句话有一点难懂，但是它的意思很简单，你要讨上帝的喜欢，
OK， 但是你要先经得起上帝的考验。上帝考验你，上帝用环境来试验你，甚至用这些谄媚的话，这些世上的名声，当你能够通过的考验，神才喜悦你。另外一件事情在第5节，要给众人和上帝来检验，能够在众人面前和神的面前做见证。你能够忠诚，是大家能够看得见，而不是自己检验自己，是经过众人和神的检验，并且不藏着贪心，还有要心存温柔，如同哺乳的母亲，而如同保罗所说的，好像母亲一样，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来给上。我们要在判断上面保持真诚，我们要学习讨神的喜悦，要愿意经得起考验，并且要心存温柔，对待人好像母亲对待哺乳的孩子小 baby 一样。你不会他说因为他吃奶说不行，你要做好吃，不行，好你要有吃相。我相信每一个妈妈不会对一个哺乳的孩子这样要求他，就是很温柔的，不管他躺着吃、坐着吃、趴着吃、睡着吃，妈妈还是愿意给他吃，甚至连性命也乐意来给上。这才是神眼中所看为喜悦的真诚，也是使徒保罗他所给我们的教训。所以真诚是要拒绝甜言蜜语，而选择持守到底。第三，真诚要拒绝夸大掩饰，选择承认有限。我们一起说一次：真诚要拒绝夸大掩饰，选择承认有限。真诚不是一种骄傲的行为，不是一个吹嘘的行为。在历史上，所罗门王之前是大卫王，大卫王之前就是扫罗王。扫罗王是历史以色列国当中第一位被暗立的王，这是神他的第一位亲自所高抹、所拣选的王。但是为什么扫罗王他是第一个被神选上，却是第一个被神所弃绝的王呢？他有绝佳的机会，好好为神来热心服侍，但是为什么他最后却被神所弃绝呢？我们来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来看几件事情。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第10节到23节，这里提了几件事情。11节提到说，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感到遗憾，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第一件可以让我们看见，扫罗虽然被神高选为以色列王，但是他却没有持续跟从。虽然神帮助他打赢很多的胜仗，并且保护了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却没有持续来跟从，没有持续来遵守。并且当神规定命令他们最后一场战役要去消灭亚玛力人，并且要连他们所有的男女、婴孩、孩子、孩童，所有他们的牲畜、牛羊、骆驼，他通通都要把它杀死、消灭。但是扫罗王当他战赢亚玛力人之后，他却急着扑向这些掠物，他把最好的牛、最好的羊、最好的牛犊、羔羊，最刚出生的牛犊、羔羊，还有一切的美物，他都不肯灭绝，把它留下来。所以神就差派先知撒母耳去警告他。但是当先知撒母耳去警告他的时候，扫罗王还假意的说：神人，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哇，拍着胸脯，我已经打败亚玛力人了。但是呢，撒母耳却说：为什么我听见有羊在叫、牛在鸣的声音呢？扫罗王反应很快，说没有，这些牛、这些羊是因为我特意去拣选最好的哦，我要拿来献祭，献给耶和华。但是神却接着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和占卜的罪相等，顽梗与拜偶像的罪相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哇，这是非常重的一段话。神说你不要再假心好意了，你没有听神的话，所以神不再让你做王，神不再让你做以色列的王。这些物是当灭之物，你却把它留下来，并且还把它说要拿来奉献给神，你没有完全的遵守，没有完全的来遵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服侍者，像扫罗王，他也是从服侍神开始，最后被选立为王，但是他却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什么是服侍者属灵的骄傲呢？其实扫罗王本来是一个卑微的人，甚至在他心中有一个自卑，因为在刚才撒母耳的话当中，他说：你虽然看自己微小，但神使你做了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在扫罗心中，其实他是一个微小的人，他是一个有自卑的人，但是神却高抹他成为王，但是他却不懂得把他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犯了属灵的骄傲，以为他所说的话上帝都要成就，以为他把自己跟神是同等，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听他，所有的百姓都听他，甚至连他出去打仗的时候，连敌人也顺服他，所以他有这样的骄傲在他的里面。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7节到第9节，这里提了几件让我们警醒的事情。属灵的骄傲，第7节第9节说：你们只看事情的外表，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因他属基督，我们也属基督。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拆毁你们。属灵的骄傲有几个毛病，第一个，他会只看事情的外表，并且他会用权柄去拆毁别人，去恐吓别人。甚至在12节到13节这样说：我们不敢将自己和某些自我推荐人并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是不明智的。我们不愿意过分夸口，但是我们只在上帝制定的界限内夸口，这界限甚至扩展到你们那里。属灵的骄傲，他会来度量自己，他会来比较自己。在12节当中，但是不是不能度量，不能比较，要在上帝所划定的界限当中。扫罗王超越了那条界限，不遵守、不听从、不顺服上帝的话，而就进入到骄傲的另外一面去。在服侍者当中，我们要去避免这样的属灵骄傲。看事情不要只看外表，当我们得到权柄，不要用我们的权柄去拆毁别人，而要去造就别人。我们也不要在上帝的界限以外来度量自己，来比较自己，与人争竞，这一切都会造成我们在属灵上面的骄傲。所以我们要在服事上保持真诚。如果在服事上保持真诚呢？哥林多后书接着继续这样讲，第10章17节到18节，要夸耀的该夸耀主，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我称许，而是主所称许。在这边说，要夸耀就要夸耀主，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你要得到称许可以，不要自己称许自己，只要求上帝给你的称许，才不会变成属灵的骄傲。并且后面11章的第9节到11节又继续这样说，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时候，并没有连累你们，因我所缺乏，马其顿的弟兄都补足。我向来凡事谨慎，将来也必谨慎，总不连累你们。既有基督的真诚在我里面，
在亚该亚一带就没有人阻止我这样自夸。在服事上保持真诚，就是凡事要为信徒来谨慎。做任何事情，保罗说他以前就是这么谨慎，他将来还是要继续这样谨慎，并且说有基督的真诚，有基督的爱在我的里面。他说上帝知道我爱你们，上帝知道我爱你们。他不是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教会的长老知道，教会的牧师知道我爱你们，他是说上帝知道。相信这样的一个真诚是经得起人、经得起神的检视和检验。后面到了12章，他第5节到第10节，保罗又运用了这样说：我要夸口，但为我自己除了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因为他说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猜疑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这事他3次求主离开，求主使这刺离开。但主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复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在这边所提到的是，他夸口除了软弱以外，他不夸口别的，并且他愿意接受这个刺在他身上的折磨，免得他过于高抬自己，并且他相信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他是依靠主的恩典，恩典够用的主，并且为主的缘故喜乐面对软弱，喜乐面对凌辱，喜乐面对艰难迫害和困苦，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是真诚最好的表现，在服事上面。在你的服事上面，你常常在夸耀说，哇，我过去的服事常常有很多的丰功伟业，过去哇当了什么什么，选上了什么什么，这就是我一生的服事。这样的服事神，或许你会得到人的掌声，但是保罗说他只夸口在他的服事上他充满了软弱。所以他说他怎么样的被鞭打，他怎么样的被厌弃，他怎样的被拒绝，他所夸口的是这些的事情。为了基督，为了得着基督，他将万事看为粪土。这是在服事当中保罗所立下的榜样。真诚就是要拒绝这些夸大，有时候夸大是为了要掩饰这些软弱，但是我们要把软弱拿出来，去掩饰这些可以夸大的事情。这是保罗给我们学习的智慧，并且要学习承认自己的有限。哇，说好某某人来做这件事情，就给他拍胸脯保证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先看到自己的有限，说我的能力或许不够，但是我愿意祷告，求神帮助，求神帮助。只有神来帮助，才能够使我的有限化为可能。因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最后，真诚要拒绝批评论断，选择为爱而说。请我们来说一次：真诚要拒绝批评论断，选择为爱而说。我相信这是在今天教会当中最普遍、最多的，也是最不应该，也是最危险、最大的破口，就是批评和论断。批评和论断，批评论断可以拆毁一间教会，批评论断可以拆散神的羊群，批评论断可以让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被严搁，不能说被打败，但是它会被延缓、被搁置、被暂停。很多教会兴起是因为合一，很多教会倒下是因为批评论断。而在这边，我们要用以扫来看批评论断的例子。以扫是以撒的儿子，双胞胎的儿子，以扫和雅各。以扫本来要继承他以撒的祝福，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本来下一句是
以扫的上帝。但是从此这句话却改了，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本来那个雅各应该是以扫，但是却从此以后不再是以扫，而是雅各，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在出埃及记，在耶稣的口中，上帝一直在重复这样子的名号，我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甚至他在何烈山上跟摩西显现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上帝忘记放下了以扫，却选择了雅各。而原因很多，但是在这边提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提到以扫他让父母亲的心愁烦，这段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的26章34节到35节。原因很简单，为什么他让父母亲的心愁烦？因为40岁的时候，他娶了赫人的女儿，2个女儿，一个是比利的女儿叫尤低，另外是以伦的女儿叫巴什抹为妻。他娶了2个太太，他没有像他的爸爸以撒那样子只娶利百加，他看到是像他阿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娶了4个老婆，所以呢，他想要跟他阿公一样，同时一次就娶2个。但是这2个人外邦的女子娶回来之后，却让以撒、利百加心里面愁烦。所以你可以想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2个太太、2个女人之间的战争，造成一个家庭之间的战争。所以他们在家庭当中带来了批评，带来了论断，甚至带来了传舌。而这件事情就让以撒和利百加的心愁烦，一直到后来祝福的时候，雅各运用他的这个谋略，让这个祝福抢来了这个祝福，夺走这个祝福，甚至后来也沦为失去以扫的这个使他父母亲的心愁烦，也是造成他后来失去祝福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知道传舌非常的厉害，而传舌为什么就进入了试探呢？我们要回到所罗门的箴言当中，在所罗门王的箴言26章这样说，26章的20节到20节到28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造谣，纷争就止息。好争吵的人煽动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造谣者的话如同美食，深入人的肚腹。22节说，造谣者的话如同美食，深入肚腹。有时候你去听谣言，有时候你去听八卦，所罗门的比喻很有趣，好像你在吃美食，吃大餐，一口接一口，吃完之后津津有味，下一次什么时候要再去吃，而且要约大家都去吃。你在传舌，你在造谣，就好，这个行为好像在吃美食一样。我们知道以扫他是一个口欲很强的人，他喜欢吃肉，他喜欢打猎，他喜欢吃美食，甚至有可能他会因为这样喜欢听信他2个太太的谣言，这个传来这边，那个传来这边，话就传来传去，甚至他从他爸爸、从他妈妈那边，他就引来了纷争，引来了这些战争，引来了争吵，所以让他整个生活，让他整个家庭非常的不正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些也是一样。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纷争就像火，这些造谣就像柴。当你去传话，说谁怎么样，说某某怎么样，你就是把这火上面再加了柴，继续加上去。所以那些好争吵的人，就是火上加柴，造谣如同美食，深入人的肚腹。22节荧幕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造谣如同美食，深入人的肚腹。把这美食吃进去很好，但是这些谣言你吞进去，却是败坏别人。所以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我们的言语要保持真诚，不论你是对家人说的，对教会的人说的，对公司的人说的，对外人说的，都要学习真诚。而最好真诚就在以弗所书的4章15节到16节。
以弗所书的4章15节到16节告诉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所以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靠着他全身都联络的紧凑，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我们说实话很诚实，但是却没有爱心；有时候我们说话很有爱心，却不诚实。你要向着耶稣来看，耶稣说话又有爱心又有诚实，所以你每一次要说话的时候都要想着耶稣，靠着耶稣全身连接的紧凑。在教会当中，我们说话要学习耶稣，我们教会的肢体关系才会紧凑，百节才能够各按各职，照着功用彼此帮助，身体渐渐增长，最后而在爱中来建立到自己。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听见八卦，有很多机会可以听见谣言，有很多机会你可以对别人说，但是你要选择用爱心说诚实话。说实话是为了要帮助他，我当面对你说是因为我爱你，在爱里面要来建立彼此的帮助，而不要在背后里面去传谁谁谁怎么样，在背后里面去说某某某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神所不喜悦。就算你说了，你要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所以真诚要拒绝批评论断，选择为爱而说，结论要真诚无畏，一生无悔。当我们有真诚，没有虚伪，我们的一生就没有后悔。在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其实在这之前，1970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为了这件事情退出了普世基督教协会，就是今天的 WCC。长老教会它只有一个立场，就是要保持真诚忠诚，因为他看见这个普世基督教的协会怎么可以接纳这个共产的国家，接受共产思想的这些国家而进入呢？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前3年，1968年退出的前3年，就已经提出一个对普世教协的声明，就是建议普世教协你们要好好的考虑，慎重来考虑，不能够做出错误的决定，而来践踏人权。但是普世教协还是一样接受了这些共产国家进入到这个普世的基督教的团体，宣扬他们这些的共产的思想，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退出了 WCC 普世教协。但是呢，退出之后，台湾长老教会也在退出联合国的同一年提出了国事声明。国事声明2个重点：对外说美国总统尼克森去访问中国，这是一个出卖台湾的行为；对内说台湾的中央民意代表要全面的民选和普选。你可以想象，1971年是今天的40年前，40年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已经有这样的看见，而他在信仰上有这样的看见，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作为他在信仰还有立场上面的一个表率。他说：“我看见了，我不能不说。”但是当他提出来之后，接受很多的批评，很多连批评不是这些一般的民众，是很多的教会、其他教派批评你们长老教会太关心政治，你们长老教会太过走政治的路线。好，教会就是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应该把它分开。你看中世纪政教合一那么惨，难道没有汲取教训吗？但是长老教会隔年1972年，高居民牧师又提出一个声明，就是国事声明的信仰神学与动议。他说，教会他提出一个问题：教会该不该关心政治？他说，教会本身应当要尽公民的责任，而且要成为地上的光，地上的盐。你活在这个地上，你活在这个国家当中，当你看见了站在信仰的立场上
你不能不说。所以长老教会一直在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当他提出了国事声明，他并不是在指责，而是秉持着上帝的爱提出了警告。甚至在1975年也提出了我们的呼吁，说我们要看重母语，要保存母语。这也是今天35年前的事情，36年前的事情。要看重母语，而且我们要族群共和，你要让其他的族群原住民都能够起来。30几年前大家都没有人在说原住民这句话，大家那时候都用什么环纳、山地人，都是用这样的话在称呼他们。但是长老教会率先提出来呼吁，要看重你的母语，要注重族群，而且要注重人权和人性。这是长老教会站在信仰的立场上提出真诚的看见，甚至1977年也提出了人权宣言。人权宣言说，台湾的主权，台湾那时候1700万的人口，1700万的人口的主权不能够被忽略，向国际提出了这样声明。当他们要提出这些国事声明的时候，其实长老教会有邀请其他的基督教的教会一起来签署，然后送到总统府去。那时候本来很多教会愿意要来签，可是因为背后有政府的施压，在要签署的那一刻，很多教会都打退堂鼓，所以到最后只剩下长老教会把这份国事声明递了上去，然后也被贴了标签。从此以后才有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诸如此类事件一直发生，被贴标签。但是长老教会一直愿意背持着这一根的刺在身上，免得过于夸大，免得过于骄傲，而是要在爱中彼此来建立。期盼在我们的江南文化，也是学习传承至长老教会的精神，要真诚，对上帝、对自己都要真诚。要拒绝的事情有很多，拒绝假冒为善，拒绝甜言蜜语，拒绝夸大掩饰，拒绝批评论断，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有福分成为长老教会的一份子。主，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真的需要真诚。主，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文化当中，随时都需要有真诚在我们的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律法上保持真诚，能够处事公正；在判断上保持真诚，能够持守到底；在服事上能够保持真诚，愿意承认有限；在言语上保持真诚，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成为一个真诚的人，建立起真诚的文化，讨你的喜悦。我们要用主祷文这样真诚的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